大家好，我是苏信善。根本教大家做运动，大家跟下来哦。根本教运动叫赋能运动哦，赋能运动哦。嘛个叫赋能运动，就是都得上课哦，请老师去很多地方，去很多嘛个地方撒去延缓课程的社区教课，哦，搞青岛老人家、衰弱长者，做点这么个。行路慢慢行哈，慢慢按那行，上课上一上，上了2个月，都得行轻脚，出去呢，出去了，出去搞哦，来都全国的社区哦，来搞教哪个2个社区，大家共下出去了，去爬山，延缓课程的社区，全国目前就是老师教的最好了哈，这个赋能运动，大家学习了。可是记得对呢，这个椅子记得坐姿除了要坐好以外，媳妇坐一半就好。椅子要坐着就是不可以有轮子会跌倒会凑合记得吗？像学校的那个椅子就很棒那个就是坐姿要做好，凑合好。然后准备的辅具工具你用拐棍做的，你买健走上也可以，健走上也可以。你自己做竹子，自己会做会记得那个脚垫，这个脚垫要去给它套上去，不然会跌死，会跌倒跌倒小心还有做这个握把，黑色这个握把这个黑色这个握把握着就有抓力然后去年是跟一个郭医师学习的啦，不倒翁郭医师。一个医生学习的学起来，老师就在全新竹、桃园教教大家老人家有哪里不舒服就做什么运动肌少症就去训练他好嘞。可是上课大家凑合拐棍这个树这个不用那边手打侧手打直不要耸肩，跟条不用下来，不用耸不用耸拐棍不用脚尖前20公分所谓打侧可是时间要记得脚尖要前点脚尖要前点，脚跟要后踏要挺通有没有？给我站这样动就这样动记得要配合你的呼吸配合呼吸1、2、3、4、5、6、7、8，做对吗？1、3、4、5、6、7、8、3、2、3、4、5、6、7、8、4、2、3、4、5、6、7、8，就是把我们的脚踝的关节粘连给它做运动给它打开来挺通脚尖前点，脚跟后踏这样动，要动一动有没有很酸呢？就是前点后踏好。第2个运动叫直膝转踝了就是叫起跳一卡一打车蠢车好，老师做的时候是这个右脚伸直大家记得给我打车脚尖前点会挺通用脚尖写字写1到10用这个脚尖可是你慢慢来3，都对吗？4记得调息呼吸5，过来6、7，慢慢来8就慢慢写写8 9好10好不用好了我有没有觉得膝盖很酸训练我们的腿部的肌耐力往左脚左脚开了竖打侧就拿头顶直可是脚尖给它动一动前点后踏这样子挺通都得可是写字写字你3、4、5写5啦，用数字写6、7、8
9、10，好，总得，好，总得按呢，是脚要这样子动，这样子动不行哦，脚尖要多动哈，要多动，脚尖写字哦，这样写字，写1到10，好，好，第3杂运动会强化我们这个肌条、膝盖哈、大腿这个肌肉哦，肌肉好，大家跟下来哦，好，紧脚，开始了，唇侧，好，内勾，好，肌肉开始了，不用哈了，4拍啊，都是做4拍，1抬起来，2伸直，3脚尖内勾，好，4膝盖抬高，好，放下来，做对吗？开始哦，好，做4个8拍哦，好，向下拱出来哦，好，预备起，1、2、3，抬起来，不用下来，好，5、6，脚尖内勾，内勾后这条筋就拉到了，后腿的筋，好，7、8，好，2、3、4、5、6、7、8，好，抬高，伸直，内勾，膝盖抬高，放下来，好，3、2、3、4、5、6、7、8、10、2、3、4、5、6、7、8，哦，好，哪里很酸？2片会爽哈，我们就是强化这上面的肌肉，去下面的这个膝盖骨这个髌骨就轻松很多，抗受轻度。好，往左脚，左脚，好，左脚开始了，唇侧，好，内勾，肌条开始了，不用哈了，好，抬高是1、2伸直，3内勾，4膝盖抬起来，不用哈了，可以是哦。错好，要记得错好，好，记得错好，开始哦，预备，开始，1、3、4、5、6、7、8、2、3、4、5、6、7、8、3、3、4，开起来。送出去，好，加高，不用下来，4、2、3、4、5、6、7、8，好，给我停痛一下，停痛一下，好酸了哈，就是这个膝盖要锻炼它哈，膝盖就不容易退化了，抬高加油哦，好，我们复习一下，前点后踏哈，第1杂运动前点后踏，好，脚尖前点。脚跟后踏，手打侧，手打直哦，记得手打直，好，手伸直，唇侧，好，就拿卡针，头顶直，开始哦，1、2、3、4、6、7、8、2、3、4、5、6、7、8、3、2、3、4、5、6、7、8、10、2、3、4、5、6、7、8，好，这是第1个。第2个运动，好，听直膝转踝哈，好，开始哦，哪只脚开始？好，从右脚伸直，好，进脚，好，唇侧，好，写几，写1到10哦，开始哦，1、2、3、4、5、6，慢慢来，慢慢来，7，加油哦，好酸哦，8、9，做对吗？10，哦，不用下来，好，往左脚，左脚脚侧，唇侧，开始哦，1、2、3、4、5、6、7、8、9、10，好，不用下来。好，第3杂运动，强肌护膝，好，膝盖的肌力训练，慢慢做，好，加高，送出去，嘿，搓，哦，脚尖内勾，好，
抬起来，放下来，好，要开始哦，预备起，1、2、3、4、5、6、7、8、2、3、4、5、6、7、8、3、2、3、4、5、6、7、8、4、2、3、4、5、6、7。哦，大家做动好哦，请会做，我们做脚哦，做点嘛。好，开始哦，1、2、3、4、5、6、7、8、2、3、4，抬高，伸直，内勾，抬起来，放下来，3、2、3、4、5、6、7、8、4、2、3、4、5、6、7、8，做好时间好，来紧啦，来进给我打车，数打车，好，腰骨胸前，腰往前，好，腰往前推，吐气，捂住空顶踢奶下，拉我们的后腿的筋哦，运动做好来紧，好，5秒钟数重了，好，数打车，腰骨耸出腰往前，啊，捂住空踢奶下，吐气，好，回来。好，往左脚，好，数打车，腰骨胸前，耸出去，捂住空挺两下，数重来，好，好，腰往腰骨胸前，吐气，好，慢慢数重来，好，左脚数重来，好，大家做位请好哦，等下终于要涉水哦，好，血困一下。大家好，我是苏信善。今本要教大家做运动，大家跟下来做。好，今本教的运动是赋能运动啊，叫做这个用拐啊，用这个拐做运动。好，做运动时开始时间记得错呢要错，啊，膝盖错，凳要错一半啊，错头前啊，屁股往前坐一点。好，这个椅子啊，这个凳啊，这个椅子啊，要不可以移动的哦，啊，要坐好。要个靠背，最好哈，你可以就是都得椅子靠在墙壁后面，墙壁后面就是墙壁，好，就靠着墙壁，安全第一啊，靠着墙壁坐会比较好。好，我记得啊，好，开始时间给我打开了，好，双脚要跟跳偏发，好，这个好跟跳不用好了，肩膀放下来，手打侧，好，手打直，在棍呢，在脚尖的前面20公分。脚尖前20公分，好，手打直，好，记得啊。开始时间啊，我记得这个脚要先给它动一动，挺通一下，给我挺通一下，脚先热身一下，脚打开，好，数重了，好，脚打开了，抬起了，不用好了，抬高，打开，抬起来放下来，我们做20下，打开收回来算2下，好，先热身一下，好，打开了，数重了。都得哈，1、2、3、4，打开，收回来，好，慢慢来啦，啊，有做就好了，也不要做太快，好，打开了，好，再做10次哦，1、2、3、4、5、6、7、8、9、10，好，含油哦，好，热身运动嘛，好，脚伸直，给我打车，好，脚跟点地，脚尖要前。胸前，向前压，再收回来，好，挺通，训练我们的小腿肚哈，我们这个小腿肚啊，这个腿的肌耐力哈，才训练它啊，就脚跟点地，脚尖这样前点啊，压下去，收回来，好，挺通，每个动作最少是动个20秒或20下，好，最好，挺通啊，脚尖前点，脚跟后这样子，对，这样挺通，好。热身一下，把那个下半身循环强化一下，好，这样前点，这样子，好，脚尖可以这样，好，前右脚左脚，好，做的话，好，这样子动一动，主要是下半身的循环代谢好，很重要哦。我们这个轻重饮做
坐太久哈，容易水肿，好水肿，给它动一动，好动一动，好，慢慢收回来哈。我们今天开始第一个运动叫左右点踏，重心位移啊，就是让大家这个平衡增加，平衡力还有反应力大增。用慢走哦，叫现在叫哦，抬起来，好，脚跟有张哈，抬起来，脚跟抬起来，好，脚跟抬高，好，这个右点、左点、右点、右点，好，左偏、金偏、左偏、左偏，好，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做对嘛？定下来可是哦，可睇下啊，向下来运动哦。好，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好，左偏，金偏，右边，左右左左，好，可是哦，预备起，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右。左，阿妈好哦，加油哦！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好，我们前面做了4个8拍哈，我们等一下要进入到进阶版，加快一点。好，由快一个是慢慢做，一个是做快一点，增加心肺功能。我们运动哈，身体就是要有点喘的运动，三高才会降低了。好，要记得哦。好，可是哦，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啊。可是哦，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右，再一次哦，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啊，好，有运通吗？运通，哦，运动到吗？啊，这有点喘啊，还可以吗？好，我们下一个是前后点点，好，前后点踏，好，就是用这个，好，哈起了，前点，脚尖前点，前后前后前后，好，前点后点。前点，后，前，后，好，定好口式哦，慢慢走，慢慢来哦，好，一个慢慢来，一个稍微快一点，好，这样才会增加我们的心肺的肺活量，好，口式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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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前后好，做点嘛，加油哦！前后后，哦，这是我们这个前后点踏的运动哦。然后定好会稍微快一点哈，增加我们肺活量。用慢走，哎，起脚使重了，啊，给我脚底要脚跟抬起来，哎。抬起了，我开始了，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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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加油哦！前后啊，好嘞哈，好像出汗了啊！如果有出汗，记得要擦汗哦，好好擦汗啊，适时的这个要把汗擦掉。怕你吹到风啊，吹到风哈。好，第3扎运动嘿，坐姿前推哈。好，把我们的腰、背、还有肩膀关节拉开。好，用完之后怎么做呢？好，手打车，手打直。好，拐棍呢要离脚尖前20公分。好，手打直。好，不要耸肩，手的连条不用下来。哎，抽。好，手打车。好，手往前推，腰就往前。手跟腰往前就好，眼睛看地板，好，把腰背这个颈椎拉开了，好，可是哦，好，有过胸前，不足空定的哈，
好，吐气。好，有股数重的吸气，慢慢走。好，把那个脊椎一节一节拉开。好，数打侧。好，有股胸前。好，胸前，吐气。5秒钟，数重的吸气。好，吸气，够了哟。数打侧，打直的时候腰再往前推，吐气，慢慢走。好，数重的吸。好，用这个拐棍哈，你有拿着就不会东倒西歪，没有拿就是驼背。好，所以拿这个就可以让你身体挺直。好，够了哟，松出去，有股松出去，数重的，慢慢来了哈。加油哦！数打侧，有股向前，吐气，好，慢慢数重来，好，再2次哦，手往前推，吐气，数重来，吸，做1次哦，数打侧，向前。刚刚哦，不然筋骨刚刚哦要来筋哦，数重了，好，我们前面教了3个动作，左右点点点踏了，就是前后点踏，坐姿，就凑呢送出去数重了，我们复习一下，复习一下，听咋动作也完做，用这个嗨起了，左右。左，我们每个动作做4个8拍就好，复习一下哈。左点，右点，左右左，我就这样点来点去，就是右点左点，就是都是脚的移动哈，就是左右就是做重心位移啦，位移。好，等一下要做的是左右左，好，左右左，右就是左右左，好，就是这个重心位移动作，跟老师做就好，找老师做就好。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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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对，做得很好。第2个是前后前哈，前后前，把这脚用这个抬起来。就这样抬起来，前后前后前后，都对吗？都对哈，可以是哦。1、2、3，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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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运动量够了哈，都已经流汗了。好，第3个运动叫坐姿前推啊，就凑呢哈，所谓手出去，腰要带动手往前推。好，我们做练习哈，来手打直，有股，手出去，五足弓听来哈，腰有股哈，不会动哦，跳呢打侧打直，看地板，再收回来吸气，慢慢做，慢慢做，手打直，腰往前推。吐气，很好。好，有股数重的吸气。好，做1次哦，手打直，慢慢来，送出去。手打直推出去。好，有股数重的，好吸气。好，给不会搞的运动哦，上班好，要认真回去要好好练习哦，好好练习哦，记得哦。你不会搞太假，做运动太假，做会轻好，轻微做，定好喝水哦，下困一下。